瀕臨議論的甘厝線大排，最近互人偷倒一大堆的蔥頭甲爛去的菜色，這糞掃都卡佇咧附近的水門，陣陣的臭味使個民眾真生氣。尤其這陣啊雨水期，民眾嘛煩惱這排水的未順。那縣府水利處是講，已經有通知管理單位去處理，後續會找相關單位來討論，看要安怎來改善。大排水溝頂面，規個用要予洋蔥、菜葉甲糞掃掩去，大量的浪費廢物、生活糞掃積佇個水閘門前。閣經過連續幾啊天，曝日高溫浸爛，傳出一陣一陣的臭味，和附近的民眾是感覺真正擋袂牢。洋蔥遇到太陽，尤其是這幾天，那個太陽一出來，都腐爛的味道，真的很臭。倒落啊，一寡菜啊，你俗哦，這條溝就害啊啦，攏規個菜倒咧遮落去啦。安尼啦，安尼才影響到咱的水流。雲林縣府水利處表示，議論甘厝線大排有設農業灌溉水閘門，由農田水利署雲林管理處維護管理。排水的水頭甲水尾各50公尺的區域，目前已經先進行清除的作業，閣規劃引入智慧辨識天眼系統來監視死角順閘修正。空排航照的一個大範圍，看是誰偷到就是照起來，然後再去做一個追蹤。藉由這樣去做科學的一個舉證，然後科學的一個稽查，將協調裝設智慧辨識錄影監視設備，強化長期監控與收證。一經查獲行為人，將依廢棄物清理法採取重罰。環保局表示，附近包括西里、議論甲崙背的大排水溝，常常互人倒大量的農業廢棄物，唔但造成污染甲漚臭，佫會甲水坑塌掉咧，影響排水。將會調集相關單位辦理現場會勘，參詳改善的方案，來維護排水甲環境的整潔。記者綜合報道。